各位觀眾朋友，你知唔知一間市值成千億美金嘅 AI 概念股，原來估值已經貴過大行目標價？今日主角係美股 Datadog，代號 DDOG，佢嘅業務增長高達31.5%，遠超同業，仲有83%客戶願意用2個或以上產品，黏性驚人。不過遠期 PE ratio 去到87倍，PE 資比率3.22，分析師平均目標價竟然低於現價，究竟依家係咪高位接火棒？仲有 OpenAI 呢個神秘大客，原來使用量已經開始回落，會唔會影響第三季業績？可轉換票據又暗藏咩攤薄風險？依家上車定係等回調？Bonnie 同 Felix 將會逐一拆解，等你唔使估下。想知 Datadog 係寶藏定係陷阱，就千祈唔好轉台，即刻同我睇晒成集 AI 財演。各位觀眾，我哋 AI 財演一直致力為大家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健康狀況，但有時短短10幾分鐘嘅討論未必可以涵蓋晒所有財務指標。為咗令到投資者有更全面、清晰嘅視野，我哋最近推出咗個會員專享嘅研究報告數據庫，一站式記錄低所有我哋研究過嘅股份，仲有埋互動圖表，方便投資者隨時都可以睇返自己揸住嘅股票。只要你免費登記咗成為 Patreon 會員，進入 Patreon 後再免費 follow 埋 AI 財演嘅 channel， 就可以去我哋個網站登入。所有連結已經放咗響影片下面嘅資訊欄，而家即刻登記，費用暫時都仲係全免，但呢項服務遲下可能就要收費，趁住而家1蚊都唔使俾，記得快啲登記咗先啦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I 財演，我係主持人 Helen。今日我哋嘅主角係美股嘅 Datadog， 股票代號 DDOG， 佢係一間專注於 AI 時代可觀測性同埋安全平台嘅公司，幫助企業管理雲端應用同數據嘅複雜性。喺過去幾年業務高速增長，仲被 Gartner 連續6年評為行業領導者。到底 Datadog 未來發展前景同投資價值又如何呢？我哋即刻請 Bonnie 由行業角度出發，同大家分析下 Datadog 所處嘅可觀測性行業未來幾年嘅前景同增長動力究竟係點？講到可觀測性呢個行業，其實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比喻，就好似而家啲企業個個都要裝住一個智能監控中心，因為佢哋啲 IT 系統越嚟越複雜，由雲端到 AI 模型都要監控住，出事之前就要即刻知。根據市場數據，全球可觀測性市場喺2025年大概值29億，預計去到2031年會升到69.3億，年複合增長率大概15.6%咁上下。呢個增長主要係由3大因素推動。第一係生成式 AI 爆發，好多企業要監控 AI 模型表現；第二係雲原生應用普及，架構越嚟越分散；第三係邊緣運算興起。不過我留意到 Datadog 自己嘅增長速度係31.5%，遠超行業平均，即係話佢仲喺度搶緊市佔率。但長遠嚟講，一間公司嘅增長始終會同行業增速收窄差距，呢個係投資者要留意嘅地方。多謝 Bonnie 帶出增長差距呢個有趣觀察。我哋再深入啲，講到產品競爭力方面，我留意到資料顯示 Datadog 有83%嘅客戶用緊2個或以上產品，仲有將近一半客戶用緊4個或以上。呢個係咪代表佢嘅產品組合真係好有黏性？想請 Bonnie 分析下 Datadog 嘅產品競爭力相比同業究竟強喺邊度，又有冇乜嘢隱憂？講到產品黏性 ，Datadog 嘅策略好似一個一站式雜貨鋪咁，客戶本身淨係嚟監控應用程式，但用開之後發現連基建、日誌、安全都可以一次過搞掂，自然唔想再轉台。呢個就解釋到點解83%客戶用緊2個或以上產品，甚至有49%用緊4個以上，帶動每個客戶嘅平均消費不斷提升。不過講到成本，中型 SaaS 公司比較過 Datadog 全站方案，月費大概22,000蚊，比 New Relic 嘅15,000蚊貴咗接近50%。但佢哋工程團隊反映靠住 Datadog 嘅視覺化能力，每星期慳到15至20個鐘工時，某程度上抵消咗差價。隱憂就係 New Relic 用免費層同透明定價搶初創客 ，Splunk 背靠思科主攻大企業安全市場，兩者都喺度蠶食 Datadog 嘅中低端客戶群。如果 Datadog 唔繼續靠 AI 功能拉開差距，長遠定價權可能受壓。多謝 Bonnie 分析完產品競爭力，依家想轉去財務角度。Felix Datadog 第二季度非公認會計準則營業利潤率去到23%，毛利率亦企穩喺79.6%，但公認會計準則層面淨利潤率就薄好多。想請你分析下 Datadog 嘅盈利能力究竟係咪真係咁健康，同埋 GAAP 同 non-GAAP 之間嘅差距背後反映咩問題？呢個 gap 同 non-gap 之間嘅落差，其實反映咗一個好重要嘅會計概念，就係股份薪酬同無形資產攤銷呢2項非現金開支。你睇下
Q2 嘅數字 GAAP 營業利潤率係0，但 non-GAAP 去到23%，中間相差咗接近2.57億嘅營運收入，主要就係公司派俾員工嘅股票獎勵同過去收購嘅商譽攤銷所致。我覺得投資者要留意嘅係，股份薪酬雖然唔係現金支出，但實質上會攤薄現有股東嘅權益，長遠嚟講都係一種成本。另外，毛利率方面，79.6%其實已經由上季80.2%同去年同期80.9%輕微回落。雖然幅度細，但呢個趨勢值得留意，因為可能反映雲端基建成本上升，或者客戶組合轉向用量較大嘅企業級客戶，攤薄咗邊際利潤。好消息係現金流非常紮實，Q2 自由現金流達2.79億。邊際率27%，同比升69%，證明公司實際賺錢能力比 GAAP 數字睇落更健康。但我會提醒觀眾，non-GAAP 數字始終係管理層自己剔除項目嘅結果，分析時要同 GAAP 數字對照睇，先至係全面。多謝 Felix 拆解得咁清楚。股份薪酬呢類非現金開支，確實係投資者容易忽略嘅隱藏成本。講到資產負債表方面，我留意到 Datadog 總負債只係31.81億，股東權益就有43.67億，流動比率高達3.2，負債權益比得0.29，睇落現金水位好充裕。想請 Felix 分析下 Datadog 嘅償還債務能力究竟係咪真係咁穩健？佢嘅可轉換票據結構又會唔會構成潛在風險？講到償債能力 ，Datadog 嘅資產負債表確實好穩健，流動比率3.2，意思係每1蚊短期負債，公司有3.2蚊流動資產去應付，遠超一般認為安全嘅1.5倍水平。負債權益比0.29更加反映公司幾乎冇乜借貸壓力，同好多背住大額銀行貸款嘅傳統企業比，可以話係輕裝上陣。不過我想帶大家留意9.86億嘅可轉換優先票據呢一項，呢類票據平時當普通債券，利息負擔輕，但到轉股價之上，持有人可以供換成普通股，即係話一旦股價持續高於轉換價，就會構成攤薄現有股東股份嘅風險。呢個係一種隱藏成本，唔會即刻反映喺負債表，但係會影響每股盈利。好消息係公司現金同可市場銷售證券合共去到接近50億，足夠隨時贖回或者回購呢批票據，唔存在違約風險。整體嚟講 ，Datadog 嘅財務結構屬於低槓桿、高流動性，償債能力毫無疑問。真正要留意，反而係股權攤薄，而非破產風險。多謝 Felix 拆解可轉換票據嘅攤薄風險，呢點好多散戶都會忽略。喺呢度提提大家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 AI 財演，開埋小鈴鐺，仲有 Patreon 限時免費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分析啦。而家想轉翻去客戶結構嘅角度，資料顯示 Datadog 最大客戶普遍被市場理解為 OpenAI， 佔增長貢獻大約7%，但使用量已經開始回落。Bonnie 可唔可以分析下呢種客戶集中風險對 Datadog 嘅長遠客戶基礎同收入穩定性有幾大影響？呢個客戶集中風險，我覺得可以比喻成一間餐廳，本來生意興旺，但原來1/3嘅營業額係嚟自一台大客，佢一減少落單，成間餐廳嘅業績就即刻受影響。Datadog 嘅情況都類似 ，OpenAI 呢類 AI 原生大客佔咗增長貢獻大約7個百分點。一旦佢哋優化使用量 ，Q3 增長就即刻由36個百分比放緩到28至29個百分比，跌幅相當明顯。不過留意到管理層其實好聰明，已經將呢個風險提前反映喺全年指引入面，而且強調除咗呢個客戶之外，其餘業務增長速度仲喺度穩步加速。非 AI 客戶增長都有20%咁上下，證明客戶基礎並非單一依賴。仲有一點值得留意，就係 Datadog 依家已經有超過750個 AI 原生客戶，涵蓋全部10大 AI 公司。即係話，就算 OpenAI 使用量回落，都仲有其他 AI 巨頭可以填補缺口。但長遠嚟講，我會提醒散戶留意10萬美金以上年度經常性收入客戶嘅增長。如果呢批中堅客戶群持續有2成幾增長，先至係真正健康嘅收入分散化信號，而唔係淨係睇頭部大客嘅去留。多謝 Bonnie 提醒大家，要睇10萬美金級客戶嘅增長，先至係真正嘅健康指標，唔好淨係盯住頭部大客。而家想同 Felix 傾下估值層面，資料顯示 Datadog 現價288蚊咁滯，遠期 PE ratio 去到87倍，PEG 比率3.22，但分析師平均目標價276蚊。
部分大行仲上調到320蚊以上。Felix 可唔可以幫大家拆解下 Datadog 依家嘅估值水平同大行目標價之間反映緊咩信息？散戶又應該點樣睇呢個落差？呢個估值落差幾有意思，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比喻，就好似買樓要睇自己出嘅價係咪已經包咗未來10年嘅樓價升幅。遠期 PE ratio 87倍，即係如果用嚟緊1年嘅預期盈利計，投資者要87年先賺得返本金。呢個數字喺傳統行業會被視為天價，但對於高增長科技股，重點反而要睇 PEG 比率，即係將 PE 除以盈利增長率。Datadog 嘅 PEG 去到3.22，遠高於一般認為合理嘅1.0水平，意味住即使將高增長因素計落去，股價仍然貴出咗好多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分析師平均目標價276蚊，其實仲低於現價288蚊，即係話大行平均嚟講都覺得依家股價已經跑賺咗基本面，反而係少數大行例如花旗同摩根士丹利將目標價推高到320蚊以上，先拉高咗個平均數。呢個現象我會形容為市場對佢執行力嘅信心壓住，一旦 Q3 業績有任何差過預期，呢批高目標價好容易被打回原形。EV/FCF 65.91倍，相對其他倍數已經算合理啲，反映公司真正賺現金嘅能力，支撐住部分估值。但整體嚟講，散戶要清楚，依家買入嘅價位已經冇乜安全邊際，任何增長放緩都可能引發急跌。好，時間差唔多，等我同大家總結下今日討論。利好因素方面，第一，增長優越 ，LTM 31.5個百分比，遠超同業。第二，盈利能力強勁，自由現金流邊際率去到27個百分比，毛利率企穩79.6%。第三，產品黏性高，83%客戶用2個或以上產品，帶動每客戶消費提升。第四，財務結構穩健，流動比率3.2，負債權益比僅0.29。不利因素方面，第一，估值過度拉新，遠期 PE ratio 87倍，PEG 3.22，分析師平均目標價已低於現價。第二，最大客戶集中風險明顯 ，OpenAI 使用量回落，令 Q3 增長放緩至28至29個百分比。第三，可轉換票據存在攤薄股東權益嘅隱憂。第四，中小企客戶增長放緩，同業 New Relic 同 Splunk 定價競爭加劇。整體嚟講 ，Datadog 係一間高質素嘅 AI 基建龍頭，基本面紮實，但依家股價已經反映咗完美執行預期，安全邊際有限，投資者宜等候回調或者分注佈局，並持續留意客戶集中同估值變化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 AI 財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，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，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。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，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，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。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